好，提醒大家，這耍水一定要愛注意安全。另外來看這嘉義市呢，一個查某山友，昨是去到嘉義的筍寮步道爬山，那像嘛是因為這天氣上過熱，所以胸坎雜全袂行。消防人員到位的時陣發現伊的血壓有問題，所以甲派落愛落去山，趕緊送去到病院。消防人員當來了解民眾身體的狀況，發現民眾身軀軟燒燒，血壓嘛無正常，趕緊進行心電圖的檢測救護。嘉義市25早是10點左右的時陣，發現民眾佇步道見行人袂爽快意外，消防人員趕緊到現場來救援。跟受害民眾接洽之後，確認他的生命真相，相關生命真相。那現場他的意識是清醒的，量測體溫是36.8，然後他主訴有頭暈及胸悶的情形，我們有加驗血糖及 EKG。25號發生意外時，嘉義市的溫度差不多32度，民眾可能是因為上熱，人才會袂爽快。氣象署講，這2天中南部也是會出現36到38度的高溫，一寡民眾就表示，日時出門要準備一寡物件，才會當減少熱到的狀況，而且天氣上熱，嘛影響到食物件的感覺。那出門的話，必備的就是帽子、太陽眼鏡，還有可以的話防曬塗一下，不然的話真的是受不了。這2天的天氣真的是有夠熱，已經感覺到夏天的溫度來了。這2天都熱到沒有什麼食慾，太熱了。嘉義市消防局嘛提醒，天氣上熱，但要進行戶外運動，民眾要評估家己身體的狀況，適當補充水分，穿較過風的衫，身軀抹風曝乳以外，嘛盡量莫經日頭上猛的時間出門，減少熱傷害對身體帶來的危害。記者林慧婷，嘉義報道。